核素保加水、电解水加水。食欲不振可以吃那个布丁的豆花啊，布丁豆花。高烧不退，有的小孩要用药剂塞屁股了。说发烧有4个时期，早、中、晚、凌晨呢。状况好的时候要叫他多吸气，训练胸肺部，还要按摩肺部。按摩胸部。